小说编辑呢，剧本啊，创作笔记日记写剧本可以用啊。小说编辑啊，写剧本啊，做剧本啊，可以用啊。有安装的，有安装的。小说编辑，结果字数的统计要专业版，还是要花钱买？对，专业版要计算统计那个字数的时候就要花钱买，要专业版。